博客伴讀應借勢解套，站回歷史正確嘅一邊。作者馮偉光。有報道話，巴拿馬運河主管就表示，長和向地中海航運牽頭嘅集團出售巴拿馬港口一事威脅中立原則，而且有吞吐量集中潛在嘅風險，將會損害巴拿馬運河喺市場嘅競爭力。所謂運河中立原則就係指運河喺和平時期同埋戰爭時期都要保持中立，各個國家嘅船隻，包括軍用嘅船隻，都享有平等通行權，不得對運河進行封鎖、破壞或者軍事控制嘅國際原則。巴拿馬運河作為一條國際重要水道，應該喺國際間保持政治同經濟上嘅中立，唔偏袒任何國家或者利益集團，確保所有國家嘅船隻能夠公平自由通行，避免因為港口或者運河控制權過度集中於某一方，而影響市場嘅競爭力同通航自由。因此目前係相關香港企業方取消交易嘅最好機會。有關方面應該趁呢個機會順勢下台階，立馬取消交易，而唔係再觀望，以免夜長夢多，令事情生變，亦都令到敵對勢力有可乘之機，令有關企業又變得被動。根據3月4日嘅公告呢種交易必須符合法律法規同埋相關監管機構嘅要求，先至能夠成事。既然相關監管機構搬出中立原則，正好借機解套。同樣根據上述嘅公告，同美方資本嘅獨家商討期係以本年7月27日為止，而家相差大概1個月，咁不如早啲公開宣布，因應監管機構要求取消交易。呢種交易涉及巴拿馬運河兩端港口同埋全球唔少具戰略意義嘅港口，假如真係落入美方手中以美國總統特朗普嘅處事方式，佢真係會肆意破壞中立原則，將港口同運河武器化，令到我哋國家嘅船隻無港可泊。唔好忘記前段時間美國先宣布將由中國製造、擁有或者營運嘅船隻，假如要使用美國轄下嘅碼頭就要加徵天價附加費，好讓美國嘅造船業能夠重奪往昔輝煌。咁樣赤裸裸嘅保護主義措施都可以使出，對落入美資囊中嘅碼頭同巴拿馬運河，特朗普又點會輕輕放過呢？再者，早喺今年3月初有關交易公佈前夕，特朗普就已經自得意滿咁話，已經成功奪回巴拿馬運河嘅控制權。由此可見，有關交易背後係有強烈嘅特朗普手影。呢個絕對唔係一種純粹嘅世紀大雕，而係具有深厚大國博弈背景嘅交易，係大國博弈下嘅另一戰場。有關企業假如真係秉承在商言商行事，咁又何必陷入呢場大國博弈嘅泥淖裏邊呢？再者，商人從來有祖國嘅，就連美國咁自詡自由經商嘅國家，都對使用我哋國家嘅高端芯片設限。倘若美國真心相信自由經商，理應容許佢嘅科技企業善價而沽，芯片價高者得，邊嚟咁多限制呢？又或者美國真心相信商業自由買賣，又點會對外國企業準備收購美國科技企業諸多設限呢？由此可見，一旦涉及到敏感行業，連自詡自由經商嘅美國同樣唔會放棄商人有祖國呢個原則。總而言之喺涉及敏感或者具戰略意義嘅跨國投資，例如碼頭、能源等等，佢作決定嘅時候唔能夠淨係睇自己嘅小算盤，仲要睇埋國家呢個大算盤，咁樣先能夠達到特首李家超所言嘅共贏。咁樣先係商之正道，為國、為民、為企，三者兼顧，先係商之大者。趁巴拿馬運河主管發聲，我哋國家外交部又接話之際嚟去解套，站回歷史正確嘅一邊，此其時也。